你叫咩名啊？我叫安迪達，幾多歲？今年23歲，結咗婚未啊？我未結婚，想唔想去香港？我想去香港做嘢。好啊，你介紹你自己。好啊，先生太太你哋好，我叫安迪達，今年23歲，我未結婚，我喺北角度，我識先數個孩，照顧寶寶，我寄數項目，我識講少少廣東話，我學過少少水上歌數，好似正解、正用、正單、就在無不足不同。我學過點樣照顧老人家，好似大公公婆婆可以接受，幫公公婆婆換衫，幫公公婆婆沖涼。我學過點樣照顧細路仔，好似幫佢哋送糧，當佢哋玩，帶佢哋返學。我學過點樣照顧 BB， 好似餵 BB 飲奶，幫 BB 沖涼，幫 BB 換尿片。我送佢裝馬，我學過點樣照顧土菜、茅菜同埋球。我好想去香港做，因為我想生多啲錢，我一定會跟叻老實同埋聽話。希望先生太太請我出港，多謝晒喺香港見，拜拜。